中气象署表示讲，在7:58发生大地震了后，8:11时佫发生一阵地动尾，规模是6.5公里。因若即届的地震有测到讲，地震是气象署讲，这地震规模上大有测到是5强。若来关心花莲头拄咱有看到一栋5层楼的大楼，因为地震了后起去。即马佫知影讲，花莲的灾情即摆是真严重，因为伊算是伫地震的中央，所以花莲县政府宣布讲，因为地震真大，今仔日花莲规工是停班停课。这嘛是咱9日发生大地震以来上界严重的地震。伫地震的中央，花莲即马陆续传出灾情，除了头拄看到北平街一栋公寓大楼大规模起去了后，即马佫发现讲伫市区的古火车头前，即个是一栋10层楼的大楼，或者山海关大楼，嘛规个倒去起去，有上百的住户住伫内底，即马当地疏散。咱来看上新的画面。对画面顶头会当看到这栋大楼10层楼高，伊是伫花莲的市区，伫古火车头前。这栋10层楼的大楼嘛规个起去，内底有住上百的住户，目前已经拢赶紧咧疏散。这栋大楼的1楼有一间早顿店，目前也唔知影讲早顿店内底有偌济人。毋过这个早顿店已经完全拢互地伫下骹，已经赶紧要去抢救。目前嘛也唔知影讲这栋大楼内底还佫有偌济人住伫遐。另外，伫花莲的中德山区嘛，因为即个大地震，规片的山壁规个崩去。目前伫迄个所在嘛唔知影伤亡有偌严重。即马上新若是有上新的消息，会随时报互乡亲知。嘛，因为大地震，花莲的灾情陆续传出来。即马高雄、台南、屏东的消防特殊队已经赶紧要去花莲支援救灾。